琴日我同一位年收入8位數嘅直銷前輩深聊咗一次，真係受益匪淺。佢話俾我知，喺當下呢個時代，一味埋頭賣產品嘅人好難走得長遠。真正能做大嘅人都在堅持做7件反常識嘅事，尤其係新人，只要踏實做好呢7點，根本唔用愁冇業績。今日我就特別想將呢啲乾貨分享俾你，無論你正在做定係準備進入呢個行業，都建議認真記好。第一，服務係你嘅命根子。喺我哋呢行，客戶買嘅唔係產品，而係信任。直銷嘅核心唔係推銷，而係經營客戶關係。第二，自己先成為產品嘅體驗者，每日認真使用產品，將變化記錄落嚟。當你分享時，講嘅都係親身感受真實，永遠比任何話術更有力量。第三，每日留1小時俾自己充電。總話冇時間學習，成長永遠係最划算嘅投資。第四，主動連接3個潛在客戶，比如線上俾你點讚嘅人，發一句溫暖嘅問候；線下買菜、接孩子時，亦可以自然交流。我哋唔係推銷，而係分享真實嘅自己，唔使怕尷尬。第五，真話比套路更值錢。真誠唔係傻，而係一種高級嘅聰明。第六，把會議當成加油站，比覺得開會係浪費時間。一個人琢磨3日，不如團隊一齊交流半小時。帶團隊融入系統，大家拧成一股繩，你先會越帶越輕鬆。第七，帶上同頻嘅人一齊幹。咪總想住單打獨鬥去吸引嗰啲渴望改變、願意成長、想增加收入嘅人，話俾佢哋聽，呢個事業唔使囤貨，冇壓力，可以先體驗睇下。如果你能夠吸引10個願意一齊拼嘅人，效果比你一個人幹強100倍。直銷嘅核心從來唔係獨行，而係抱團成長。如果你亦都認同呢啲理念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感悟，讓我哋一齊做更專業、更溫暖嘅創業者。